印象中，因后爸伫因遮囡仔识字也是表达的时阵，毋捌用揽的来甲因安慰，也是奖励。若讲到因后爸这世人，是毋是捌对嘴人讲出“我爱你”这三字，伊更加怀疑。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吉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心意，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学玉华台语教证。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杜尚、林依婷演出，阿母陈秀华演出，阿 Kim 陈怡如演出，李长肖明阳演出，姨啊李秀荣演出，姊嘛王玉冠演出，朋友林玉世、肖明阳演出，小弟苏胜福演出。小妹林玉芬演出，查甫演员颜秀文演出，查某演员刘慕贞演出，大汉的阿 Kim 关凯欣演出。因为我爱你，志明啊！哦，真正是痴情的男子汉哦！啊，做戏空看戏戆啦，这种剧情敢若电视内面才看会到啦。下母啊，阮桌上这世人，敢毋捌甲你讲过“我爱你”这三字啊？伊哦。伊若真正安尼甲我讲，我一定感觉伊起笑啊！啊无就是啉甲水茫茫，甲我当做倒一个酒家女啦！哈哈，桌上吼有影毋是迄种罗曼蒂克的人啦。毋过有一个画面，伊一直记甲足清楚，就是伫3、4岁的时阵，有一段时间，因后爸要阿嬷转来到厝的时，拢会甲叫我去，拍开阿鲁面的便当盒啊，用猪脚内面的2粒鱼丸签起来摕互伊，送入去点点啊看伊食完。
这反正是伊人生当中少数甲老爸遐尼接近的时间，所以记忆特别深刻。尤其因老爸迄时阵的面容、喙角流啊咧笑，也阁有遐尼温柔的目神。有一摆，伊甲即个记忆讲互阿母听，因阿母听一个惊着，讲：你的头壳到底是对什么时阵开始就记这有诶无诶？哈哈，有即件代志对吼。有啦，迄阵啊，恁岛上甲一寡共伊迄演的人，逐工拢爱炸便当去交分啊，接受国民兵训练。恁岛上食饭一定爱配汤。所以食中昼的时，伊会买一碗鱼丸汤，干那啉汤，鱼丸啊炸转来互后生食。除了即层以外，以后就哪像无任何类似即款爸囝真深的记忆啊！迄阵的名，各位里民报告一单好消息，报告一单好消息。迄阵的名，咱庄的今年出一个高人。会记即个小毕业，伊考调第一志愿初中的时，里长欢喜甲用放送头甲全庄公布。这是咱庄的20-30年来头一摆有人考到家人中学。迄阵的名，伊啥物人物咧？伊就是考啊因迄个后生起码啦。这个起码，迄阵的名有够读册。虽然伊坐得较细粒子，不过迄阵的名好少内险，较细粒内险，实在足够的。迄几工，庄里的人便来看到伊，拢会对伊笑，甲伊学了。柯啊，你这后生真将才呢，学干那地豆油无底看。咱庄头摆有人考调家人中学，柯啊，恁兜出状元啊啦！独独伊的老爸，毋若亲像平常时安尼无啥表情，甚至佮当众人的面共拄。人的囡仔毕业以后开始出去趁钱，伊煞要开始开钱，有啥物好恭喜的？是毋是有出脱以后才知啦？只不过领月级迄天，柯啊，恁后生中状元啊，下暗一摊看你啊！对，咱庄头摆有人考调第一志愿，爱请。因老爸朋友叫伊请大家去教分仔食饭啉酒的时阵，因老爸煞完全无提示的意思。哪有啥物问题？看恁外后啉。哦，靠我请客啊！行，伊毋知影因老爸迄暗到底啉到几点才回来？敢若会记得过顿工醒起来时阵，老爸还咧困，佮困甲咕咕叫，规身躯拢酒味。阿母去溪边洗衫，饭桌顶除了早顿的饭菜甲碗碟以外，另外还有一个细细个长高形的纸壳啊，内面是一支新叠叠 Bismarck
牌子的钢笔。迄支钢笔有够水诶，毋知是要互谁呢？伊含读过小5年的小弟，甲得要升3年的小妹，拢足欢喜，阁期待咧看迄支钢笔。毋过无人敢去甲道上叫精神，问伊即支钢笔到底是要互谁的？希望因心内拢真清楚。落尾是小妹先开喙，敢是要互我诶？我要读3年啊，爱开始用钢笔啊！因老爸咧讲的声音响响无去。过一时啊，因听到道上的声音对通铺迄边传过来，小可甘烂讲：你甲我食较歹诶。小弟的成绩强在无介好，所以伊家己心内有数，用怨叹的口气讲：这一定毋是要互我的啦，我知影。道上嘛完全无考虑，随伫内面应讲：知就好。是要互我的，果然无毋对。毋过，当伊暗痛在心内，伫小弟小妹伫边仔仔细看，非常细意拍开纸起来时，想袂到老爸搁伫内面声音冷冷啊讲：迄支无俗哦，若是用歹去，你甲我试看卖咧。伊迄天的日子，就是用迄支新钢笔写的。伊写讲：道上今仔日买一支Bismarck的钢笔互我，奖励我考调初中。这支钢笔真贵，道上可能爱做工做几落日，伊的心意甲这支笔，我拢会永远珍惜。伊和老爸从来毋捌沟通，毋过因的心意又搁那像互相拢知。讲出心内感动，阅透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黄芬仪，图念吴家珍。咱常常咧讲性情中人的情绪，较熬受到外界的干扰来波动。遮的人大部分拢是较熬感动的体质，遮的感动的来源，可能是生活当中的大细项代志，也是册本当中的一个字、一句话，刷来目眶淡，心头微微啊酸。看吴导演的文章，敢若咧听伊用亲切的口气讲故事同款，情节慢慢啊展开，听伊温温啊讲出来。伫把了腹肚暖了心，难忘的在地温暖这篇，伊所写的。因为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推动319乡镇儿童艺术工程，互伊有机会参与各乡镇所举办的活动，挺好享受各地真有特色的美食，更加会使感受在地居民热情和真好的回应。基金会把文化推广到偏乡，居民心内充满感激，自动自发团结起来斗相共，互活动进行了更加圆满，嘛互咱了解，这块土地顶悬的人民就是遐尼善良。当然，讲到特色美食，可能是因为咱人的想法有差别，煞来引起互相之间的无了解，也是误会，互咱真正感受到现实是无圆满的。台南互人号做美食之都，煞互在地台南人产生一种对这的物件的骄傲，
其实咱应该会晓用开阔的态度来尊重各地人民对美食的看法和了解。咱嘛爱感谢足侪有想法、有远见的人，当初时拍拼推动艺术下乡和艺术法院，才有即马在地文化遮尔兴旺甲多元的发展。笑容，吴念真原作，大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郑辉、曲家源演出，老爸林依婷演出，朋友王家仁、大江书演出，太太张一涵、李秀荣演出，警察李继明演出，护士彭燕玲演出。爸，你有要紧无？护士小姐，阮爸即马扫甲真厉害，麻烦你来看一下好无？好。阿伯，恁爸爸下骨阁举起来啊！爱紧转交互病房，你物件新款款的去柜台办一个手续。哦，好，麻烦你。后来，迄阵人拢老啊，嘛拢破病啊。伫炭坑工作30-40天了后，因陆续遇到沙气、家扫、皮骨喘，长期自初当训练出来的筋肉渐渐萎缩，喙皮落落去，肉变白白噗噗，目睭无神，规工干那穿一领内衫、困裤。摕伫厝内壁角的梯椅面顶，鼻孔斗上索，亲像一只受伤的动物，袂震袂动，开喘无声的过来的时阵，连话都变大讲。伫带入去病院进前，拄着天气较好的时阵，一阵人拄着啊，会拖一支细支上索的杆仔。亲像电影内面的慢动作安尼，一个豆豆啊行出门。阿公来啊，紧来搬倒阿姨啊！因的囝儿孙拢惯势替因敲下倒啊、医疗啊，佮踩一支大支凉线，因就伫凉线下面点点啊算数十排啊。青啊，你拍袂？我拍一支。安尼换你边啊？子龙，边啊手开袂歹哦。嘿啊，蒙几啊会啊？啊，转啊，遐拍着你啦，线甲线一个。哦，我来。伫边仔看的人会照日头的角度替因敲凉线，当凉线菜直直。甲涂骹的角度正做90度的时阵，因就会转去食豆，食豆线继续搁移到日头落山。头无看啊，好煞过啊！日日啊，才过来时啦。好啊，莫阁算啊，来甲阿公斗收倒阿姨啊！煞过啊！休一个，要过部分啊哦。咱闪甲边啊咧。食薰是因一世人的兴趣，身体既然都已经歹到这款地步，
更加无人感觉有改掉的必要。所以，让一段时间，因都会做伙甲上锁关掉，一喙两喙加减猛搏。遐个英国，互因卡袂着大细声喊来喊去，错干六条的某，哪像总算等到会使报复的时机。便若看因甲粉吟出来要搏的时，就跳高去大声喊遐个伫巷仔口咧耍的孙仔，讲：离较远咧哈！你若讲毋惊上手爆炸，剩饭要死，你毋通戆戆啊对伊去见阎罗王哈！要无就是刁故意无意无义讲。做恁搏啦，搏互死，看呀死了无通搏，快活啦！因总是无声无句，毋知影是因为无气力，也是根本连赢都无想要赢。因上尾一摆唱过去遐红声骂人，是有一天警察冲入去巷仔内。拢莫走！代理啊，啊是啥物代志？发生啥物代志？因伫遮公开跋筊，拢甲我来去派出所。公开跋筊，笑死人哦！伊若毋是第一天才伫遮跋杂乌啊，跋遐久啊，都拢无代志，今仔是食毋着药哟。嘿啊，警察大人，因即几个拢是熟悉几若十档的换贴的，无义娘营营罔消遣尔，伊心实的尔，无正经咧跋啦。哼，跋筊嘛有分正经甲无正经哦。法律规定，两个人以上踮公众场所跋筊，就是公然拒赌，会使判刑呢。哈？会使判刑？遮严重哦！好啊好啊，莫啰嗦啊！有啥物话来去派出所讲。该了咯！听讲因甲上诉绑掉，秘书要甲长期缀伫心肝头的怒火做一个总套共款。台湾式的、日本式的三字经，亲像机关枪一二弹。你是咧讲啥笑？恁做嘛？你好哪甲恁爸掠我卖咧？恁娘咧，不该啊咯！大尾的你唔掠，掠阮即款加起来要到300岁，交本卡无300块的老岁仔人，无啊！你是要掠阮转去你娘呢？想袂到后来遐个太太咧讲即件代志的时阵，煞拢有淡薄仔同情因。可怜哦，这打麻煞，虽然紧甲上手摕起来斗，一个一个喘敢若狗咧哦，看到会唔甘哦。迄年的寒人，因随下前后拢带入去病院，伫家护病房甲普通病房来来去去。毋过，无人有法度期待出院的日子。爸，有一天，一个30多岁的后生来病院看老爸，爸仔囝两个人无啥话讲。落尾，后生问伊老爸讲：“有想要食啥物物件无？食啥物哦？会使现食现死、现超生的物件啦。”后生一时毋知要安怎应，想一大久啊。我来老爸耳孔边细声闹几句话，想袂到老爸喙角小可翘起来，豆豆啊甲上锁绑掉，刷入去对其他的人讲：“全啊，青啊，大家好起来啊，莫搁倒啊！
阮前回啊讲要带咱去楼尾顶晒日头啦。煞来去小可变怪，比一个手势。哦，好，行，来去楼尾顶晒日头，行。因后被带头，后壁对6、7个人，后生暗后照顾。一群人行一步，停一步。迄天天气真好，日头光莹莹，足烧热。天顶甲远远的海，拢青甲会翻金。真好。后生甲粉吟出来，一个一个替因点粉。伊感觉哪像咧犯罪，毋过当伊看到这个老人深深漱一喙粉，表情豆豆啊变，甲倒伫面床面顶完全无共的时阵，伊哪像嘛无爱插遐济啊！少年的护士小姐捧药啊，雄雄伫楼梯口出现的时阵，哈！伊袂输毋敢相信家己目睭看到的，对这群人一直想。后生惊护士小姐的责备会破坏这群老人难得的快乐，所以用因绝对听无的英语对护士小姐讲：“互因欢喜一个啦，请甲你即马看到的放袂记得，好无？”后生无法度放袂记一个时，伊看到因老爸赶紧甲粉电油花，手插后壁。毋过，伊的面出现足久无看到的笑容。迄个笑容，甲当年伊少年时因为好闲偷食粉，当场叫老爸斩掉的时阵，完全相共。伫迄100年。后生感觉家己甲老爸的关系竟然是这么啊亲近，袂输两个人过去曾经是同一个人。后来这群人就伫病院修炼线离开世间，毋捌搁再转去厝里过。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涂念王玉娟。伫这本册内底，上尾的一篇文章是笑容。伊咧讲的是一世人和炭坑拼命的老爸。伫念着戏边买旗，互人禁止食粉的时，和一阵公镜头的炭矿夫伫楼尾顶偷食，所互护士掠着迄个少年的记忆内底上水的一个笑容。讲的是笑容，我的心煞醒起来一阵酸甲痛。软棺柴半杂的老爸，上想要爱的是随食随会当解脱去做新的物件。问题是无毋食着迄支互某囝主动细细念嘛未解的薰。无法度解的毋是婚宴，是炭矿夫一世人用健康去完成我的命运。迄是因无法度选择的，是查甫人爱饲规家伙仔，
藏伫心内上深的无奈。若有看过吴导演的电影《岛上》，就知落尾因老爸因为一口气喘袂起来，袂忍日嘛无想要拖回厝内，就趁病房无人，拍开窗仔，为楼顶跳落。迄种失去一粒靠山的痛，我想是吴念真永远无法度放袂记的。我阁会记得，我迄阵过一阵屏幕，嘛有法度感受迄种痛，哭甲无法度停落来。我的靠山嘛伫2年前去做仙，会记得伊失智10年，对袂记所在、时间甲袂认得人的过程，阮规家伙仔拢足痛苦的。人讲也爱人，也爱神。迄站规粒心茫茫渺渺，毋知要安怎。毋管是病院，也是宫庙，拢走总过，也是甲我上爱的阿爸拍无去。若要甲身躯换尿珠仔，拢着含伊车拼，不闪时着发生地。敢若一项代志，互我藏伫心内无讲出来，永远无法度放袂记的，就是阿爸雄雄目睭光起来，斟酌咧看我，迄种温暖佮充满慈爱的笑容。暖暖站门溪，咱的故事探万地。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的？阮虽然毋是介意这伙，老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暖暖站门溪，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好，今仔日咱邀请2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参加咱的台语教室的挑战。第一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柯培敏，培敏你好。大家平安出头天，我是培敏。另外一位同款是台文研究所的林文静，文静你好。大家好，我是文静。好，欢迎2位同学来挑战。今仔日伫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台湾歌仔学会前理事长萧庭春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感谢萧老师透过网络现场甲咱指导。另外，还有2位台语老师为咱提供翻译的参考哈。一位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另外一位是咱台文家视面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上来去，咱就来赶紧对今仔日上尾一集的节目哈。今仔日有2出广播剧，一出合作心意，一出合作笑容。咱对这2出内底讲出5句华语词，互咱同学也有可能好朋友大家来想看卖啊，台语安怎讲较好势哦哈。好，所以就来进行今仔日第一个题目。曾经用拥抱来鼓舞或加冕过他们，曾经用拥抱来鼓舞或加冕过他们，曾经用拥抱来鼓舞或加冕过他们。好，来请讨论。鼓浪那个鼓励。后壁鼓励后壁迄个无讲，鼓浪会甲因鼓励就好嘛。毋过后壁迄个是啥物意思？捌鼓咱的甲因鼓舞，也是免呢。好，
安尼咱请老师来指导。拄则讲高即个用语的是啥人？是我。画面。嘿。哦，即个歌已经真久啊啦，真老啊吼。歌若较现代讲法，咱讲用，嘛会使讲歌，毋过即摆可能听有歌即个语序可能真少。这个撇词我就无啥敢用，因为我会记台顶捌甲我讲过，就是讲互大家听众听有较重要。捌用小人来鼓舞咱台语会讲吼，也是奖励奖励卖使，加冕可能都听无啊。咱也有咧讲奖励过因，这会使。好，感谢肖老师详细解释哈。好，所以咱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鸿辉老师。捌用揽的来鼓舞，也免礼因。过来吴希美老师。为着要甲因鼓舞，还是甲因学乐，捌甲因揽过。好，我咱可能会朋友做参考。上到来第二个题目。嘴角隐约的笑意和那么温柔的眼神，嘴角隐约的笑意和那么温柔的眼神，嘴角隐约的笑意和那么温柔的眼神。里面笑型哇，笑型嘴角多一个，你嘴角热热有笑型，甲遐尼啊。温柔的，两个按着两个型啊，按着笑型跟眼型做。笑型眼型哦，嘛袂歹。嘴角有带热热啊笑型，甲遐尼温柔的眼神。好，请肖老师指导。这个隐约个出来啊，伫遮。隐约我是甲讲泡泡啊，还是泡泡啊的笑意。这个隐约嘛会使讲哪有哪无，嘴角哪有哪无的笑意。笑意大家听有啦。笑神吼意思较无啥共。这个查某囡仔真好笑神，甲笑意是无共吼。甲遐尼温柔的眼神，咱就咧讲会使用，所以笑意甲眼神直接反过来就好。好，感谢肖老师哈，咱来听其他两位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鸿辉老师。嘴角流啊咧笑的款，要有啥尼温柔的目神。好，过来是吴希美老师。伊微微啊笑，得笑那无笑安尼，目神搁遐尼啊笑落。好，互咱空灵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算入去第三个题目。是不是个料？要长大以后才知道。是不是个料？要长大以后才知道。是不是个料？要长大以后才知道。请讨论。大汉就在是蛮好啊。你是袂歹。好难哦。秒答。大汉才知鱼嘛好。好，安尼讲咁好势，请肖老师指导。这句同歹拍的是不是个料？料料这个华语的意思你若知，台语就好拍。料台语怎讲？人才，是不是人才？叫大汉以后才知影，是不是个料？要长大以后才知道。所以讲，是不是人才？叫大汉以后才知影。迄料你也翻得出来，过关啊！好，感谢肖老师，算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陈鸿辉老师。敢是人才，大汉才会知。鸿辉老师嘛，翻做人才哈。好，算来去吴希美老师。有正样无？爱听候伊大汉了后才知啦。
下面老师是讲有正样无哈？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选入去第4个题目。压抑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怒气，都全部宣泄出来似的。压抑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怒气，都全部宣泄出来似的。好，请讨论。类似什么物件偷放出来？毋是这是实际上落压，对，所以是你缩伫心肝底的迄种愤怒，类似规个做伙偷放出来。缩伫心肝底足久啊！会愤怒，类似规个偷放出来，规个做一捆偷，规个做一捆偷放出来。好，安尼讲咁好势，请小老师指导。好，这句较歹读的有3个词：压抑、怒气、宣泄。这3个词啦。毋过咱咧翻译的时，就是讲爱几句会顺。我是讲做经调呢，经调真久的心火、怒气，我是甲翻做心火，拢全部消透出来，宣泄，我甲翻做消透。偷放，我听咧参详，讲偷放嘛是会使，偷放感觉较文雅，消透，你知影，还佫有啥物消透？咱来讲粗咧，讲屎尿嘛爱消透，心火嘛爱消透，迄个刺的样子，咱大家会使讲啥物会款，喙角泡泡的笑意。好，感谢肖老师详细说明。所以起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芳辉老师。敢若缀足久的手长目杠，拢全部发泄出来安尼。手长目杠非常特别哈。好，先来去吴希美老师。因仔像迄怨气、忧郁、凝心、激心，已经积规世人啊，当要做一摆透出来。好，3位老师无啥共款的讲法，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好，选入去上尾一个题目。有点顽皮的跟他们做了一个手势，有点顽皮的跟他们做了一个手势。好，这句话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做一个无来个做一个手势好，无得你晒，不是，我唔是啊，你是去，伊是拍一个。淡薄仔车齿咧，甲因比一个手势。好，安尼讲咁好势，请肖老师指导。拄只有一个词我听无清楚，车齿哦。对，车齿对。车齿，我是直接有点顽皮的，这个顽皮的，我是讲有一点仔手情。车齿是车半柄，带摇动。那像细汉个糖，安尼摇动，做车齿，一只顽皮，较无车齿的意思，有一点仔手情，这个囡仔真手情。好，肖老师讲的手情，华语就是手枪的意思。好，所以咱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芳辉老师。刘阿狗过甲因做一个手势。再来是吴希美老师，伊着啊囡仔款叫跬鞋，手拿比一个动作互伊看。好，今日台语教室感谢2位同学挑战，还有萧凌春老师现场指导，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局内面扮演郑辉的客家员，我是扮演太太的李秀荣。今仔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的？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言分享，嘛会使写问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烧送，欢迎你做伙来斗热闹。请上曾文溪电台详细了解哦。
你拍袂？我拍一支。这个老伙仔人。哦，对，我想起来，我想起来。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咱今仔日暖暖专门客吴念真文字作品广播剧上尾一集的播出。咱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客电台制作、监督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完成出版社授权播送。萧凌春、陈鸿辉、陈柏珍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扬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这36礼拜的收听，我是江叔，祝福你健康快乐平安。咱以后有缘，再搁继续空中再会。来甲阿公倒收倒阿姨啊！够啊，够啊！感觉你最精彩。来啊！好大，甲恁爸掠看卖咧，晒恁命咧白改要咯。纠正，你是啥物纠正哦？恁两个迄斗阵拢已经抢啊，你两个抢哦，我来甲塔起，你来甲塔起你，对啊，塔起你是上重要的，你来甲塔起你。起来，爱紧转交互病房，你物件先款款的去柜台办一个手续。哦，你保持讲的小心。我操！为什么这严重？安尼我都紧张诶。好输看别人看就好。看到这，换你扫。